观众朋友，早，欢迎收看10月17日第几台《早起新闻》，我是卢尚如。有一个台湾人伫德国的时，索起互抓落来，因为德国的海关和警方伫咧怀疑伊是中国的通缉犯，甲伊问话问4点钟哦。这个台湾民众就惊讲会互送去到中国的大使馆，目前咱台湾的驻外管处已经介入来处理。专家是提醒讲，若是这本人和护照的相片差伤济，一定都要去换新的。德国警察是因为他们知道我会英文，他们就是有吼我说 "You are from China, right?" 他们就说我们查过啦，没有这本护照啊。这个郑小姐原底买一间德国法兰克福的时阵，因为人民白小无通过，去互海关查落来。德国警方还佫就是讲，伊是中国通缉犯，甲带去房间问话问4点钟，互伊真惊吓，甚至引起外交部的关注。我有看到我的照片的颧骨有被点了2个红点，我的颧骨的位置好像跟那个女通缉犯好像有一点像。如果是联系台湾的大使，那我觉得他们可以来澄清，可以证明我的护照是真的。他们如果觉得我就是照片上的那个女通缉犯，他们也可以选择联系中国的大使馆。照片跟他本人可能有一点差距了，但这是德方的说法。外管已经本来持续在注意这件事，那我们也会请外管一定要跟德方厘清。外交部讲，当咧持续甲当事者联络，提供协助。不过，即卖欧洲新兴区国家10月中要启动所谓出入境的系统 EES， 都惊会发生更较侪扫描卡关的事件。专家提醒，护照的相片千万唔通甲本人差伤济。不管是你有戴牙套，还是有整形，或者是长期化妆风格有很大的巨变，其实最好的做法是你还是应该要去申请新的护照，把上面的照片做更新，签名栏位啊，记得也要签。那他这样子，到时候万一有什么，就是他提到什么笔迹辨识或什么的，他才会有一个帮助。根据行李护照指数，10月公布2025年上强护照的排名。伫全球199个国家、227个地区的护照内底，新加坡排第1，会当免签证通行193个国家或者是地区。韩国是190个排第2，日本排第3，台湾是第37名。会当免签证通行的有136个国家，甲2024年排第35名，有较退步。若美国是头一届无伫咧前10名，这届排12名。中国是因为过去这1年有另外互35个国家免签证的待遇，所以护照的排名嘛爬起嚟到第64名。记者综合报道。但股涨是开关惊悬，收盘是伫咧27647点，也若台积电是收伫1485块，也创历史的新高哦。期待嘛是有达到138.51条。当署长魏特加就表示讲，有打算要伫咧美国找第2块大型土地，赶紧来市场。Today, all I want to say about the AI, everything related, like front end and back end capacity, is very tight. 强调需求也是正强。台积电16办第3季发射会，公布合并营收新台币9899亿2000万，每一个营业新台币17.44，创单季新高。第3季毛利率59.5%，是最近11季的高点。Given the strong AI-related demand from our customers, furthermore, we are close to securing a second large piece of land nearby to support our current expansion plans. 台积电会加紧伫美国亚利桑那州的产能，按算补建2奈米或者是国家先进的制程。当署长为大家也第一遍讲，将会找第2块大型土地。因若台湾厂这边要伫新竹甲高雄起2奈米晶圆厂，因过也是担心地缘政治加关系风险。We have more than 500 different customers across all the end market segments. In addition, as process technology complexity increases, the engagement lead time with customers is now at least 2 to 3 years in advance. Therefore, we probably get the deepest and widest look possible in the industry. 强调怎么也无看到气候订单的变化，严过为了要应应全世界贸易政策的无确定性，已经提早应对。因若对大家关心的美国管制晶片，中国市场受限制，伊讲有信心。If the China market is not available, but I still think the AI's growth will be very dramatic and, as I said, very positive.
10日台股开悬行悬，收盘27647点，台积电收悬伫1485块，搁再创历史新悬。市场价值也要挖38.51兆。虽然国际局势变动正大，但是市场对 AI 的前景依然正期待、正注意。记者综合报道。伟大的台湾总部希望进驻伫北树科 T17和 T18，不过昨成功人士有举办动土典礼。我家是认为讲这是伫和台北市府的唱声。台新成功金控总经理李伟俊就强调讲，这动土典礼是合法的，和市政府嘛是有判。台北市副市长李书川就强调讲，动土典礼若准就代表真正要开工，因就要老实甲市政府讲，因无爱合意解约。现场人赛气氛热热滚滚，回到台湾总部进驻北树科 T17、18卡关。成功人寿16早起举行开工动土典礼。成功人寿董事长魏宝生、甲台新成功金控总经理林伟俊拢有去到现场。林伟俊强调讲，举办动土典礼是合法、合规、合契约，照民俗看日举行，并不是起无空。这个不是什么挑衅，我们和台北市政府的关系，我再讲一次。我们是伙伴关系，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立场一致，我们就是想要把希望辉达能够留下来。假设今天的开工是真正的开工，那就坦白的告诉我们，他们不愿意跟我们和议结。李树川回讲，成功人寿伫112年就摕到执照，一年来拢无实际开工，这是真正的事实。原则上，成功人寿若愿意合意解约，相关解约的条件拢会当提出来讨论。市府绝对会依法办理促成。李伟俊强调讲，补偿金是辉达甲成功人寿之间的商业关系。虽然双方 MOU 已经伫9月底到期，不过伊对中心谈判是真有信心。星光人寿从头到尾从来没有想要从台北市政府或者是台湾的纳税人这里拿任何的1毛钱，希望能够跟辉达来好好的讨论一下，我们让出来。那么这个补偿金是星光人寿跟辉达中间的事情。我们的跟新售的契约是必须要把建物盖好，拿到使用执照才可以转移。假设他讲了这一个可行，早就 MOU 就已经达成，就没有今天的这些纠纷。台北市长周万安嘛表示，希望成功人寿合意解约，市府专案设定地上权予辉达，会持续拍拼。台北市监管处讲，成功人寿今年10月初9摕到连续壁相关的执照，不过到达也无申报开工。目前的话，连续壁的杂项执照还没有来申报开工。如果有动工，必须依法来申报开工。那目前我们也派人去了解，但目前现场并没有施工的情形。地大川说明讲，若举办动土典礼无实际时间，并无违法。不过，若有实际屋地下设，或者是连续壁的时间等等的行为，都会涉及违反建筑法。监管处会当依法罚9000块的罚款，下令停工补办手续。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天气报你知，今仔日是透东风，大台北山区含东半部，阁有恒春半岛会落雨。那其他所在是一份好天哦，咱来看温度。气象署是提醒讲，今仔日基隆北海岸、宜兰和新北山区会上大雨，有可能会单雷公，还有甚强阵风。另外，因为受到高压的影响，今仔日各地油管是真烧热。气象署有针对7个县市来发布高温资讯，尤其是新北五股桃园路地有机会是降到38度。也毋过，伫礼拜六暗开始，东北季风要变较强，所以讲，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也有东半部较会落雨，嘛较凉凉一寡，提醒民众都要注意天气的变化。气象署表示，礼拜1一直到后礼拜3天气是真无稳定，各地会落雨，尤其北部、宜兰、花莲高温嘛会降到26至28度。也若热带性低气压，即 TD27当时会变风台的，咱来听气象署详细的说明。关岛附近的热带系统是逐渐的增强，并往西逐渐的移动。热带系统在台湾附近的这段时间，尤其是礼拜日一直到下周2，有配合到东北季风的话，可能会有共伴效应的出现，那可能就会产生长时间剧烈的降雨情形。迎风面，特别是北部、东半部，温度会下降，降雨也会变得更为的明显，持续时间也偏长哦，预估从礼拜日开始，一直到下周一段时间。
气象署提醒讲，若是变做风台，搁再加上东北季风和风台外围环流，这天气都会真不稳定。尤其礼拜到后礼拜日，北部和东部地区有可能会落雨。礼拜有可能会转风台，花莲刚好的紧急应变协调所，嘛甲重点的工课放伫咧防治风台，也会减少即马太暗溪的水位，分阶段来疏开铁力民众。要做志工的民众嘛，都要注意，因为自18开始，就禁止志工入去灾区，要来确保安全。广播设备因为浸过土水已经无法度使用，花莲光复这乡镇的灾后复原搁在进行，但搁有热带扰动，特别伫拜六礼拜形成风台。中央前进协调所转型变做紧急应变协调所，昨日开始甲重心转做风台整备。第一个任务就是开放各村的广播特例系统。主要目的就是搭一个效果无好啦，后壁我开袂着啊。我唔知顶管到好啊，顶管到好啊，顶管也袂连落来。也未看来遮啦。村里是陆续收到新设备，但是大东村伫测试了后，发现讲在传声的效果歹。大华村是到16早起，敢若装喇叭尔，新线路和主机拢还未够。对这花莲县政府是紧急采购设备来补强，协调所嘛先到调度警察车和清洁车广播来应用，方便随时通知特例，而且广播特例方案的启动时机。民众都可以收到啊，都可以收到。另外，我们的村里的广播系统也会广播。我们就开始要采取这个第一阶段跟第二阶段的撤离水位到达1公尺，也就是离河堤我们的堤防1公尺的位置，我们就会启动淹涉湖的警报系统。根据气象署的估计，热带扰动有机会伫拜六礼拜形成轻度风台，外围环流大约19到21会影响到花东、花莲、万荣、凤林和光复3个乡镇会明显落雨，雨势是到大雨的等级，甚至局部是超过200毫米，到大水雨的等级。为了安全，协调所宣布18开始禁止志工进入灾区。这几天天气还是可以，不会有立即的危险，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赶快帮这些灾民做这些防范准备。贵人城表示讲，预计特例疏散的人数是1308个人。针对随着特例的执行，会互观察官和警消这单位帮助村长确认居民确实做好防范。另外，中央已经准备9万包的沙包，目前灾区嘛，敢若剩1000人以下的志工，16个重点伫咧沙包的发送，全力帮助民众来做好防台的工作。记者综合报道。先来带观众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报纸。头先，咱来看自由时报。下一个风台风程有拍算伫咧礼拜会形成，北部和东半部有可能就会上大水雨。中央紧急应变协调所要分3阶段来实行强制疏散撤离，自拜六开始就禁止志工入去灾区。再来咱看中国时报。国民党主席选举明仔载就要举办咯，拍算伫咧暗时7点进前就会确定新的党主席人选。再来咱来看联合报。因为中国管制高科技产品所需要的稀土，地区美中贸已经是更较热络。美国财政部长裴松德就建议中国用慢车实行稀土管制来做条件，来和美国交换关税修正期延长3个月以上。美国打造关岛基地的防卫系统，目前伊目的是为着要来吓惊中国，警告因莫对台湾来出兵。咱的外交部长林佳龙是表示，外交部明年都也要来增加109亿的预算，来反制中国打压咱国的国际空间的行为。外交部115年预算变415亿300万，比去年增加109亿。虽然部长林佳龙讲，是因为占总预算的比例有降低，加上中国对咱的邦交国施压，互因好处，打压咱的国际空间，所以要结合公司部门资源进行无偏帮外交战略。不过，国民党立委质疑讲，这价值外交，敢是真做利益外交？增加水的价值，增加水的价值，增值的意思啦，嘿，利益外交啦，谁跟他有利？川普开口闭口攻击啊 ，CPTPP 没有，台美租税协定没有，你没有成绩啊，你养不会像花蝴蝶一样。114年度我们的国际行销宣传的1.1亿全数被删除，台湾宣传变少的同时，代表什么？代表就是中国可以在国际上大鸣大放。这个时候必须要透过可能国际媒体，好，或有一些比较有影响力的这一些影音的平台。那我们是期待说，既然我们做的那些内容，如果没有通路，那效果还是0啊。面对中国外交预算的加权，25年来规模直头增加11倍。民进党立委希望保留宣传费，让国际看到台湾。
不过，立委罗美玲讲，115年来底推广华语的预算，哪像甲侨委会有重复。原先是侨委会在主责，而且侨委会在欧洲已经有20所的这个华语文这个学习中心。你们这个计划有没有什么怎么样的区别？我们甚至可以进入他们政府里面，我们也会把侨委会的力量整合进来。上时，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报讲，美国五角大厦正在打造关岛防卫系统。有美国军官讲，强化关岛基地是为着阻挡中国拍台湾，展现美军的作战能力。林佳龙嘛讲，美国这个举动当然是影响中国军事扩张。除了台海之外，我想包括整个第一岛链其他的地区，也都密切相关。我们也会跟理念相近国家共同来维护区域的和平跟稳定。即嘛因为美中传习会无确定的因素，总统赖清德拜访友邦，过境美国的计划感受上新的进度。林佳龙敢讲，元首出访是外交部工作的重点，然后进一步的安排会由总统府来说明。记者综合报道。说来镜头转到国际，法国政坛新总理列克洛才拄上任1礼拜，遭到着拄断国会2项无信任案的考验，不过最后是有过关。伊透过宣布暂停争议真大退休金改革，来暂时化解左派和保守派不满。Majorité requise pour l'adoption de la motion de censure, soit la majorité absolue des membres composant l'Assemblée 289, pour l'adoption 271。议会主席宣布结果，规场拢是混乱的扑克声甲嘘声。法国国民议会伫16日晚完成第一项无信任投票表决，上面无过条件289票，当机被否决。另外一场极右派国民联盟的挑战，也只敢144票赞成，那个如内阁通过考验，不过民众是无啥在关心。Franchement, pour tout vous dire, ça m'est un petit peu égal. Aujourd'hui, la politique, on est de moins en moins intéressé. Nous, ce qu'on veut, c'est avoir une situation un peu stable. Ce jeu un peu de chaise musicale, aujourd'hui, c'est plus... Enfin, pour moi, je trouve ça ridicule. Enfin... 通膨压力加政治斗争，互民众对政府无信任，对政治无希望，只敢希望社会稳定，莫阁有政治斗争。如果努内阁这边会当过关，主要是暂缓法国总统马克宏争议真久的退休金改革，伊甲退休年纪自62岁延后到64岁法案放一边，也暂时安打社会党加保守派议员。这种建设性的让步虽然互内阁过关，不过对马克宏执政的威信伤害真大。To hang on, Lecanu said he would pause President Macron's unpopular pension reform, the one that raises the retirement age from 62 to 64. That helped convince enough socialists and conservatives to hold their fire, at least for now. 这边表决那个内阁勉强过关，也替马克宏政府争取淡薄时间，但是政治危机只是暂时停落而已。分裂的国会加失望的民意，和第2任期上尾2年的马克宏时代行起来无啥在。公司新闻张伟林、蒋建光编译。美国总统川普明仔载要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来会谈，今仔日嘛已经有和罗西亚的总统普丁来通电话。川普讲有重大的进展，表示因2个人会伫咧匈牙利会面。I would say within 2 weeks or so, pretty quick. And I thought it was a very good phone call. I thought very productive. But I'll be meeting with President Putin, and we'll make a determination. Tomorrow I'm meeting with President Zelensky, and I'll be telling him about the call. 白宫指出，川普和普丁通电话超过2点钟，决定讲最近要伫咧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见面，来讨论要安怎互俄乌战争来结束。另外，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嘛已经到美国，打算明仔载要和川普见面，来争取美国提供政府巡弋飞弹。因为这款飞弹是通对乌克兰发射到罗西亚的首都莫斯科。美国对9月初到达已经伫咧加勒比海针对有可能载毒品的船来发动攻击，也造成27个人过身。川普总统拜三也证实，已经有授权美国中情局进入委内瑞拉进行秘密行动。川普对外理由是讲，伊要来解决委内瑞拉的罪犯大量走去美国，也有毒品走私的问题。不过，纽约时报就引用美国官员的讲法，讲川普政府是要甲委内瑞拉的马杜罗政权延后倒。
一个月伫海上连续甲5只好亲像运毒船崩去，川普政府打击毒品的决心伫遮看会出来。美国针对委内瑞拉其实还佫有进一步的行动。川普15亲口证实，已经授权美国中情局 CIA 伫委内瑞拉境内展开秘密行动。毋过当记者问到，伊是毋是按算甲马杜罗政权并落的时阵，川普无做正面的回应。I authorize for two reasons, really. Number one, they have emptied their prisons in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CIA have authority to take out Maduro? Oh, I don't want to answer a question like that. That's a ridiculous question for me to be given. 川普表示，委内瑞拉甲国家内底真侪罪犯送来美国，而且还佫有真侪毒品流入美国。海上帮船的行动看会到效果，不过即马美国当伫考虑陆上攻击，代表川普对马杜罗政权施加压力当伫加强。其实8月开始 ，BBC 这媒体都在报道，美国针对提供马杜罗逮捕线索的奖金已经提高到1倍，达到50万美金，相当是1500多万台票。当然，这个加深2个月紧张。No al cambio de régimen que nos recuerda tanto a las fallidas guerras eternas de Afganistán, Irak, Libya。马杜罗互人指控选举舞弊、镇压反对派，伊的臭名大家知，也佫包括互人认为是犯罪毒品恐怖组织领导人。拄啊得到诺贝尔和平奖肯定的美国反对派领袖马查多。公开呼吁川普加强阻止马杜罗对委内瑞拉人发动战争。Porque no tengo duda alguna que estamos en una cuenta regresiva. Y respondiéndote, Patrick, debo confesar que ha sido un reto grande. 川普的大动作，即马已经互委内瑞拉真紧张。最近1个月，美国一直进行海上军演，15首都卡拉卡斯的郊区嘛出现大型军用卡车。伫马杜罗的要求，进前联合国安理会罕见的召开一场针对上任理事国美国的紧急会议。不过，会中美国驻联合国的使团政治参事凯利伊坚持，美军已经准备必要的时阵采取更加侪军事行动来打击病毒。公司新闻翁如梅编译。先来看东南亚这诈骗的问题是直直无通解决，甚至有韩国人死伫咧遐。南韩政府就对柬埔寨3个所在来发布旅游禁令，也启动应变。头一步要来叫80个韩国人回来。柬埔寨警方是表示，打算今仔日会遣返59个甲诈骗园区相关的韩国公民。南韩伫这个则传讲，有一个22岁查甫大学生去柬埔寨，做个人就接到勒索的电话，讲伊人伫咧柬埔寨出代志，结果8月初8，互人发现这个查甫学生已经死亡。官方讲死亡原因是遭到酷刑引起心脏麻痹。这个月19，又有一个南韩女子伫咧越南甲柬埔寨边境附近死亡，法医验尸并无发现任何他杀的嫌疑，不过死亡原因不明。南韩外交部15对柬埔寨浦江山巴维巴比赛地区发4级旅游禁令。 정부의 합동 대응팀을 급파하기로 했습니다. 오늘 저녁에 외교부의 이 차관과 경찰청의 국수본부장 그리고 법무부 인사 등으로 구성된 정부 합동팀이 출국할 예정입니다. 联合应变团小组将会甲柬埔寨官方协调安怎救80位伫咧柬埔寨失去联络的国民。柬埔处理伫咧两边骚动的时阵，羁押的韩国人遣返加调查。柬埔寨内政部也证实，22岁韩国籍的查甫大学生遭受酷刑死亡。检方即马以残忍手段杀人、科技诈欺起诉3个嫌犯，并且通缉共犯。នៅពន្ធនាគារខេត្តកំពតមកដល់ពេលនេះនគរបាលក្រសួងមហាផ្ទៃ កំពុងសរស័ក្តិសរស្រាំធ្វើប្រតិបត្តិការស្វែងរកចាប់ខ្លួនបកពួកជនល្មើស2នាក់ទៀតតាមការសម្របសម្រួលនីតិវិធីពីសំណាក់អាជ្ញាធរតុលាការ 南韩讲柬埔寨诈骗活动至少20万个世界各国的人数参加，包括1000多位南韩的公民。民间反诈骗集团希望扩大跨国司法合作加科技阻断，并且讲英国加美国已经起诉东南亚诈骗集团的金主，冻结因的资产，要求维持网络抑个平台业者主动切断园区的连线，唔通帮助犯罪。公司新闻张玉林编辑。 那今仔日国际上又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来看世界。自民党党主席高市早苗和日本维新会代表举行会谈，初步有达成合作的共识。那准讲是双方联手，高市早苗将有可能会伫咧国会首相指名选举的头一轮以过半票数来当选。
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最近发生冲突，巴基斯坦甚至越界发动空袭，双方目前是停火48点钟。自10月初10以来，这个冲突在阿富汗造成上无10倍的百姓死亡，超过360人受伤。日本环境省的官员表示，今年受到野熊攻击死亡的已经有7个人，也有上百人受伤哦，这也打破2006年以来的纪录。有专家是认为讲，这有可能是人口减少和气候变迁的原因，才导致这款的现象变更加严重。再来，咱看国内的新闻哦。中央航空一个空服人员因为身体无爽快，搁去上班，飞回来台湾了后，就大院过身啊。然后，伫咧告别式迄天，中央航空的行政部门竟然来甲伊催要大院期间的请假证明。昨也有空服人员和民众去到中央航空的公司门口献白玫瑰来表示哀悼。伫中央航空公司门口放纪念纸板，勾显一束一束的白玫瑰，哀悼破病复勤返来台湾大院过身的空服员。发起活动的同时，产业工会呼吁中央航空应该要停止维权，检讨员工的请假制度。过身空服员火化告别式之间，家属收到公司催交9月27家庭照顾假证明的消息，家属回传死亡证明。批评公司真正爱检讨。中央航空发声明，对当前业务模式低俗失误表达失礼。工会是讲，空服员当时应该是当兵大院，所以唔敢请病假。家庭照顾假或生理假是在性别平等工作法里面有规范，不能有不利待遇，所以这个空服员当时才会选择请了这个假。一个人被逼到什么程度，需要去讲这种话去回应公司，就是他当时可能非常脆弱，跟非常的害怕。劳工身体不舒服生病，还要被要求硬撑着上班的这样的一个文化，我们其实认为说不应该让这样子的一个状况被正面鼓励存在在企业文化里面。请假制度引起关心，要担任外商空服员培训机构的业者讲，因为航空业按照法规需要派遣一定人数的组员，若是有临时请假，就影响一寡人。在请假的时候，公司必须要尽快的抓飞其他的组员来填补这个空缺，没有全勤的关系而影响到接下来可能会需求班表的权利，这些部分都是依照不同航空公司的规定。要当时带过国籍甲外籍航空的空服员私底下讲，中央航空以全勤就当申请想要飞的航班来鼓励，部分外籍航空都无这种的奖励。不过相对也未因为请病假煞袂当调班的处罚。各公司因为无共考虑，会有无共的管理手段。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前日在台北车站发生性侵的事件，台铁讲会来加强巡逻，不过台北车头这么大，有学者是建议讲用监视器辅助来结合 AI 技术，看旅客敢有奇怪行为。在台北车头巡来巡去，到巡签的热点去签名。铁路警察来到车头的大厅，密切注意敢有无正常的状况。现场有真侪旅客拢坐伫涂骹，壁顶嘛打出禁止倒咧食酒的标识，但是同款有家友是违反规定。台北车头发生性侵害的事件，公共安全出问题，台铁和铁路警察局启动加强防护，要落实见警率。巡逻密度的增加，然后重点的这个守望，然后让这样的一个事件不再发生。台北车头的站体真大，就算警力是加强巡逻便所、电梯、金融机构，嘛有可能会出现治安的死角。亲像一寡月台的楼梯是禁止通行，但是旅客凊彩都会当下过去。对台北车头的大厅到卖票口、地下商店街、沿路拢有装监视器。有学者建议讲，监视器结合 AI 的技术，但是监测到旅客有无正常的举动，就会当随同步警方来处理。他譬如说有一些动作是很容易被判断出，这是一个比较危险的。情势，然后提出警告，这样子我们在监控室的同仁压力就不会那么大啊，至少可以透过系统来提供，不用一直在看这监视器。学者嘛显示讲，要提升台北车头的公共安全，基于的问题是一定要重视。立委是关心讲，台北车头是3铁强固，阁有转运站，民众若拄到问题，常常唔知影要找铁路警察还是捷运警察，因后又成立轨道警察局。那我们来成立一个，只要是全台湾的，就是轨道的，就是都。这个专责机构来负责。我们来严厉了，台铁、高铁的这个状况，这看起来就是比较能够
统一性。张永兴表示讲，铁路警察管的是代替高铁，这阮是交予捷运警察。另外，立委提出全台湾成立轨道警察局，因会对这来研议。记者综合报道。台湾高铁自9月2日推出冷静车厢的政策，引起真济家长的不满哦。高铁的董事长苏特就有去到立法院报告，伊强调讲政策伫咧宣布的时阵，就有说明排除囡仔，也阁有无自主能力的人，但是因来调整执行的方式，卖和亲子团体继续沟通。苏特认为讲，伫咧改善措施了后，半年来社会都会当接受冷静车厢。网络顶有人反映高铁冷静车厢对幼囡仔无友善，铁道局9月中发函予高铁，要求检讨相关的规范。即马新制度实施要1个月，高铁董事长苏德受到邀请去立法院报告效果，甲宣导营养措施。搁一届回讲，这个制度并无针对幼囡仔族群。育儿族认为说被针对，尤其这个政策推出来的时候，就不是要针对育儿族嘛。他从头到尾就没有针对育儿族。好，高铁啊，我认为还是有失职之处，没有明确的来跟亲子团体来对话。我们会更加的宣导有关于这个宁静车厢跟友善亲子共存呐。好，也就是说，亲子友善除了是高铁的执行方式之外，也是整体我们国人旅客啊，大家也要包容。苏德讲，目前已经取消冷静车厢的卡片，改用看本优先宣导，嘛会加强服务人员沟通的技巧，开发更较侪亲子素材来协助家长安搭囡仔。根据统计，冷静车厢新制度实施以来，拢总有17146件款道的案件，平均一个车次款道差不多5个旅客。以车厢内底讲电话占上济，有要5成。使用3C产品无挂耳机的有到2成外，大人讲话伤大声的要到3成。台湾高铁源自于日本新干线，好，那我们的车厢跟车体的打造一体成型。所以你也看得到，就是说日本新干线是没有亲子车厢的，亲子友善跟宁静车厢是可以共存的。苏德推估，透过精进作为，差不多半年了后，社会大众会当接受。交通部嘛答应讲，对冷静车厢的新制度，会甲高铁公司讨论，伫3个月内提出相关精进的措施。记者综合报道。环境部伫咧昨宣布成立环境资讯科技署。环境部长偏启明表示，这个 AI 部门未来会整合 AI 的技术，会当来做环境的资料分析，来掠偷污山上的业者，嘛会当来强化救灾，提升效率。前一阵啊，真侪志工朋友进入花莲光复乡斗救灾，毋过却因为无统一的整合机制，人力运用较无掌。环境部长裴启明指出，即届虽然有50万名的志工投入救灾，毋过因为无运用 AI 来整合，环境部敢若用到2000至3000的志工尔。志工要去哪里帮忙？然后甚至说他未来他的便当要送到哪里去？其实这个管理哈，我们其实我跟那个暨联程指挥总协调官都有讨论说，未来我们一定要有资讯还有 AI 的人能够进来，能够帮助我们的这个救灾更系统化。请揭牌。环境资讯科技司正式成立。为着要因应时代变化，环境部宣布成立新的部门——环境资讯科技司。这是一个全新的 AI 智慧部门，也会当叫做 AI 司。环境部希望透过 AI 来整合台湾所有的环评资料，包括空气、水质、废弃物等等，来建立做资料库，也会当透过 AI 的技术来建立救灾效率。政府的治理呢，必须还有 AI 的运用，都要从资料开始。其实数发部在今年也有资料汇流的这个计划，整合的计划，那也有要推出这个资料创新条例。另外，环境部也计划未来会修正废弃物清理法，规定沙石仔车拢爱装 GPS， 透过 AI 结合 GPS 的比对，来掠违法偷污沙石仔、污乱开垦的业者。希望透过新的部门，强化政府掠违法业者的效率。记者陈选林秀凯台北报道。苗栗公车业者业绩科技整合公司有11条客运的路线，伫咧昨早起所向无出车，造成民众的无方便哦。都是因为这业者这个月薪水发无够，所以司机是做回罢工。公路局和苗栗县府有介入协调，劳资双方有共识了后，嘛有开始出车，但是监理机关也会甲这个业者来开罚单。旅客等真久，客运总算发车。
大家赶紧赶行李上车。标列关公车业者业者科技整合公司下底11条客运的路线，16向公告专线停驶，上班上课的民众是行一条。加在经过公路局紧急介入，过道已经有发车，不过有民众怨讲已经等几啊点钟啊。10点就出门在等车，等了几个小时。我们这边的乘客真的很不方便，交通上非常不方便。原地由新德客运经营的12条客运的路线，去年9月由业者科技整合公司接手营运，民众讲进前大部分实在是无出车的情形。这个月初10发薪水，因为发无甲资本爱发的金额，引起司机的不满。全集体罢工，16拢总有11条路线，34班车无出车。我只3个字，相当不满意。谈到我们又发就特别多，就变成问题人物。驾驶员讲对公司是真不满，加在新德区监理所、甲标列管府介入协调，安踏司机的情绪。伫资方答应下补薪水了后，这个司机同意过道回来上班。考虑到他们的薪资的问题，那个公司的薪水已经都入账了，他们目前呢就是下午就是陆续12点以后就会恢复行驶了啊。那请各位县民呢，放心啊，那个我们会持续来督导。一些会在中午之前把薪水的差额补足没有问题。那我们会持续的观察追踪，以避免他中午会承诺会跳票。客运公司无对外说明。咱若标列管府讲，会追踪业者敢有确实发薪水。公路局强调讲，业者无按约定的车帮正常出车，会照公路法第77条罚9000至9万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中华检方为了调一间用做废弃物的处理厂，因交给一间空壳公司来规造废土的形状证明，实际上是把这寡废弃物拢车去离林的中科园区用地。另外，环境部查到，伫咧标列有地主用一车2500到4000的价数，互几若间清运厂商甲卖的手机拼点伫咧山区的土地。那这2件案件经过检警追踪了后，拢甲涉案的人起诉。真侪有喙装啊、玻璃、塑胶甲无路用茶的废弃物，互人等伫遮。地点就伫彰化二林中科园区用地。彰化地检署甲警方查到一间用建废弃物处理厂的姓工负责人，涉嫌交给稀释公司，伫去年3度2风台过了后，等差不多124立方公尺的用建废弃物。伪造土方去向证明，让工地可以报开工或完工，再让集团找地弃置废土。弃置地点在中科的用地。如果没有及时发现处理，未来厂商进驻将会面临清理废弃物的问题。专案小组调查发现，这个集团伫2021年就开始伫各地违法乱赌，警方依照违反废清法起诉涉案的11个人，揪处当刑。当时扩大追查，暗过唔那彰化、苗栗原来有违法乱赌。上面是你们的吗？也是啊。山内4个拢招乱赌的树尾，去年3月，环境部以车行路线远端即时监控，发现苗栗3义一大山区的土地，互人乌白等无路用的树尾，数量超过13000栋。进一步调查，佫发现2022年8月到去年6月，投倒废弃物的车次有663件。113年8月及10月间，针对张姓祖贤等19人以及17家涉案之清运公司执行搜索，发现张姓祖贤以每车次收取2500元至4000元不等之价金后，任由涉案之清运公司与土地堆置，以违反被弃物清理法、水土保持法等罪嫌，对张姓被告等12人提起公诉。除对犯罪情节重大者从重求刑外，并向法院申请宣告没收不法所得。万栋树尾唔但有可能破坏水土保持，也有可能引起火灾。除了县长的地主差不多204万的犯罪所得会互人宣告没收以外，后上苗栗县政府会阁要求地主等人依法爱复原。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高雄的旗山街即观光停车场内底，最近有民众发现讲有2只龙洞犬吊上卡断去，有可能是去互铁虎夹断去的。民众伫咧网络写文章也引起关注。动保处表示讲是已经有派人去了解，但是发现讲有人乌白伫遐放铁虎，造成动物卡断去也是受伤，除了上当会当罚200万，阁爱关2年。
相片内底乌狗一只长正脚，一只长倒脚，而且空喙长甲正清济。高雄基山老街观光停车场早暗定都有龙洞犬出现，不过最近民众所看到这两只狗仔的脚，哪像是去互这人夹断去。民众讲，伊想要甲救，拢找无狗仔，只好甲相片打去网络，拜托大家斗相共。放那个给狗吃的狗粮，然后偶尔会看到整群的那个流浪狗，那或许会有人讨厌那些流浪狗啊，我也不知道他们放那个夹子的用意是什么。进前迄边有人种物件吼，啊饲鸡啥，会先都有人在偷啊。伊要出来时间不一定啊，超7、8只啊。啊，有时暗时啊，伊会叫人哦，算讲若要过会醒。民众讲附近确实有未少龙洞犬出现，嘛要将乌多摆造成民众摔断脚。有人要通报动保处来抓，不过看这那是头一摆听到。动保处表示，19接到通报了后，就随派人去处理。不过连续2天去找，拢无看到狗仔甲这那。动保处强调，民众用这那也是山低调去当动物，相关罚75000块。若是造成动物脚断去甚至死亡，会罚入档。如造成动物受伤甚至死亡，可依动保法第25条移送检调。最重可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可处新台币2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上罚金。因为老街停车场出入的人车真多，附近若真正有坑在那，人甲动物拢有危险。动保处表示，已经派人加强巡查，现场嘛有布条来提醒，请民众千万唔通违法。记者柯家做邱朝阳、高雄场报道。再来看文化的新闻哦，伫咧中华花坛白山溪的文德宫，这赢灯牌文化是已经传承超过100年的民俗活动。即阵嘛有本地戏团推出赢灯牌演出，伫咧校园内巡回演出。老日的赢灯牌布袋戏，互大凯学生囡仔看甲目睭无转轮。去年中华县文化局甲作家康源合作出一本台语的白山溪赢灯牌绘本，小解在地文化由来。今年布袋戏团改编这本囡仔册内容，巡回学校搬戏。咱透过戏剧，透过文学，以及咱这台语的演出，希望小朋友以及大人拢对这个历史啦、传说啦、文学，拢有一个定心的这个了解安尼啦。看戏上欢喜嘛，还佫真趣味，欢喜过程咧接受迄个语言，安尼才是趣味啦。你若讲叫有人看者无声无影，可能会较歹。所以用个红仔册甲改做布袋戏，嘛有伊好处。白山溪文德宫服侍全台湾唯一伫乌西部的福地老爷，今年元宵节举办赢灯牌活动，伫庄内了境祈求地方平安，已经传承超过100年，嘛是中华县的无形文化资产。这边的布袋戏巡演，拄好伫文德宫附近的白沙国小演出，囡仔人看戏嘛特别感动。咱即届伫学校看到的布袋戏是咧讲赢灯牌，我感觉真亲切。今日呢有机会，互1年到4年的囡仔来看布袋戏，那以这个方式呢来了解在地文化甲传统的艺术，我感觉是一件足有意义，对囡仔来讲嘛足趣味的代志。学校表示，文德宫离学校干那600公尺，是同一个生活区啊。学校嘛甲赢灯牌列做重要的文化课程。即摆透过传统布袋戏演出，毋但互囡仔人学着台语，也当用多元趣味的方式了解赢灯牌的由来。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观光署伫咧南投明干乡的青滨溪，打造全国唯一一个用地来做主题游客中心，即马佫增加一个地厝，游客会当透过亲身体验来了解地理文化。它目前有280台，已经是台湾第1大茶球。导览员甲游客介绍南投做地过程内暖的地球，嘛提供满地时爱穿的衫，甲过礼啊，互游客体验。那详细说明做地过程，嘛互游客亲身插地。这是交通部观光署33国家风管处伫青碧溪游客中心的地文化主题馆。有新开幕地厝，游客来遮，唔但会当熟悉世界地和台湾地知识。会使穿黑板地衫，阁会使插地，真正真趣味。尤其是会使敷面膜，进前袂想到讲地米会使做面膜。我们现在泡的这泡茶是我们松柏脸特有的松柏长青茶。
地处有专业的师傅用泡茶来招待游客。清北县游客中心除了茶文化馆，也增加一间茶厝，游客通啉到中式和西式的茶。另外，阁通食到民间的茶、姜黄和红芪，这个农特产料理。现场也有规划一个互青龙卖农特产的空间。较早咱讲茶泡茶爱倒掉，我就是咧洗茶米呢，结果唔是呢，结果原来是要互迄茶叶它是球形的，然后要让它舒展。来咱新北区南投新北区民间遮上好的茶米、上好的农产品、上好的特产，包括咱中部5县市的，拢会当伫遮买会到、看会到。是一个品茶跟一个展售的空间之外，那他们后续也会再推出茶文化的讲座、茶工艺的展示，那还有茶乡体验小旅行等等。三山国家风管处表示，游客会当透过三山处的网站，线顶注文免费的导览、茶茶体验等等，也指出未来茶处嘛规划推出茶文化讲座、茶工艺展览这活动，互民众了解茶米的文化。记者辛平基南投报道。再去看世界，咱来看变到真有名的印加遗迹马丘比丘，伊海拔是超过2500公尺，互叫做是天空之城。但是因为这长期过度旅游和管理无理想的问题，嘛引起最近有居民直接抗议，造成交通断暂，有真侪旅客行程拢受到影响。秘鲁的印加帝国遗址马丘比丘，海拔2500公尺，互人叫做天空之城。伫咧分布细林的山顶，会当讲是建筑加工程的奇迹。平均一天会有5600位游客来遮。不过要去哩这座山，游客就要先对印加帝国的古都库斯科坐火车到离马丘比丘上晚的热水镇，结果再换巴士去哩。9月16日，这条重要的铁路线暂时未通，因为抗议民众用石头蹲伫咧铁轨路，进前去哩马丘比丘游览的观光客掉伫咧热水镇。只有用行几60公里，另外接驳。当局已经疏散1400人，一个真侪人伫咧顶头。另外，库斯科邀请侪游客伫咧等，我都去哩马丘比丘，因感觉真遗憾。Venir hasta acá con mucho gasto, con mucha esperanza de ver esto y irnos sin poderlo ver, pues es muy decepcionante, ¿no? 这款示威民众是因为坐铁路了，过要去马丘比丘的巴士30年的特殊经营合约到期，当地民众要求由新的公司接手，让地方的人享受到更加侪观光利益。所以，经历的游客一定要经过转乘区，表达因的诉求。真侪游客虽然行程受影响，也是理解并且支持抗议。So for us, the situation is horrible, but I think it's the right and it's important to do the strike here, that the companies get a lot of money from the tourists and the people who are working here, they don't get anything. Nosotros no somos delincuentes, nosotros somos pobladores de acá, nosotros no estamos andando con machetes o con cuchillos. No estamos agrediendo a nadie, pero si lamentablemente 马丘比丘的观光业是地方的金鸡母，2007年也被选做世界新7大奇迹。不过当地常常发生抗议，大部分拢是因为官方治理无好，亲像甲票务包括商业平台，或者是这边巴士盈利无法度回馈给地方，为政府组织早就已经提出批评。瑞士的新7大奇迹基金会伫咧最近也公开点名马丘比丘拄到过度旅游、文物古迹保护无够、票务加介绍乌箱、交通混乱、社会冲突等几多项危机，要求政府要提高战略转型计划，加强对古迹的永续保护，若无恐惊影响因新世界奇迹的地位。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辑。那讲到香港，有真侪人可能会想到好食物，也有世界菜尾哦。不过最近这两个月，在香港的外岛，因为真特殊的火山地形，以外正做社会媒体宣传的焦点，也吸引真侪中国的观光客。不过咧，有生态团体就指出，当地的特殊景观真需要保护，嘛呼吁因的政府就要考虑大量游客对环境造成的冲击。
游艇慢慢啊经过真大的海石洞，两边的山壁拢是六角石条。这是沙洞口山，是香港200外个离岛其中一个，离市中心较无20公里。外界较罕的关心香港的自然景观，这是因为真特别的玄武岩加海蚀地形。即阵啊，意外变做中国社群平台小红书必备景点，当地哪来哪职业者上船相机推晒游船的导览行程。The hexagonal rock for the geological creatures, I don't think other countries has the same as Hong Kong. 目前岛上为了保护原来地貌，人造设施较少，嘛完全无商店。若是游客需要补充水，还是食物，都要家己炸。真侪游客感觉应该加强岛上的基础建设，互游客更加方便。販賣機太少啦，因為比如夏天就係好缺水啊嘛，大家咁你冇可能帶住5-6瓶過嚟啩，係咪？所以咧就覺得可以設啲販賣機，即係好似其他國家咁樣可以方便，即係人哋可以即係補給下。環保團體警告，官方伫建造新設施進前，愛謹慎評估。像講，即擺就有發現一寡笨數，互遊客留伫步道。那當地規劃做大眾觀光景點，恐驚有可能超出環境嘅負擔，犧牲珍貴嘅自然資源。尤其我哋而家講緊嘅係一個生態旅遊，我哋唔係講緊一啲大眾旅遊或者係一啲主題樂園式嘅一啲旅遊項目，所以咁嘅時候，我哋更加需要關心嘅係究竟喺呢個地方入邊，佢興建嘅位置啦，佢興建嘅意向啦，佢嘅意圖啦。其實會唔會令到我哋嘅自然環境係受到破壞？包含沙洞口山在內，附近幾個島嶼已經獲官方規劃做世界地質公園，也通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評估。不過部分島嶼也是溫泉過船啊、健行等活動，安怎好好規劃？在推動觀光加保護景觀中間，會當找到平均，正做當地政府必須要面對的難題。公視新聞尤派俊編譯。英國一個88歲阿公，從細漢就開始拍羽毛球，嘛做65年嘅教練，就算講到今晚嘛，同款會佇咧球場和少年家拼輸贏。哎呀！88歲貝德福當和少年選手在交流於殺球嘅好技術，伊超過一半人生攏佇羽球場度過，會使講是球界做書級嘅人物。We started badminton when I was 11, but this one is my earliest photo of badminton. I was on there just before I was 18. 對11歲開始踢羽球杯了後，貝德福都唔捌想過要甲扛落來，就連去馬來西亞嘅樹林做兵，伊同款繼續拍。伊做教練65檔，教過學生算袂了，兼叫近嘅高雄用伊來號名體育館，但唔管上來請教，伊攏真謙虛。To be honest, I think it's a bit overwhelming, really. I'm only Joe Block down the road, if you like, a little coach, and to meet the national coach, I'm amazed the standard of the players who are here today. 貝德福唔但是愛羽球，佫愛大家攏來耍羽球。伊強調拍羽球會當結善緣，而且真正有真濟好處。Keeps me fit. I meet other people, and I like to think I can help other people because a lot of times people come along, they're feeling problems, feeling a bit low. We give them something to do, they enjoy it, they say, yes, we enjoyed that, coming again next week. He's obviously inspired like plenty of kids to pick up a racket and play badminton, so it's nice that we could obviously meet him. Even have a rally with Colin is amazing to see. 冇想過要甲球杯掛起來退場，貝老先生羽球人生已經是傳奇。I've still got to keep going. Bring it on. 公視新聞溫鳳儀編譯。意大利有一個100歲嘅阿嬷，也佇咧開咖啡廳哦。伊講伊賣咖啡已經賣超過80年咯，咱嘛來看伊聽伊講伊長歲時嘅秘訣。咖啡泡了，老阿嬷安娜波西動作真溜咧，甲杯仔放起你台面，配咖啡盤湯匙，一杯完美嘅咖啡就好啊。看到伊這種動作是真歹相信講已經100歲啊。意大利嘅100歲人瑞安娜波西，住佇北部嘅小鎮內比烏諾，佇當地經營一間咖啡廳中央小館。伊泡咖啡嘅經歷已經超過80檔，是意大利做這項工課時間上長嘅咖啡師。Che finite le scuole io sono subito andata a lavorare con i miei zii che avevano dei ristoranti a Genova e quindi ho cominciato lì a lavorare a 18 anni
e ho sempre fatto questo lavoro. 安娜的爸母是经营一间餐厅，伊伫18岁第二次世界大战拄结束的时阵，就离开故乡，和亲情做伙做工课。所落来，伊嫁予一个旅馆的头家，但是伊的先生煞无陪伊做伙变老。伫51当前过身了后，就剩安娜一个人，家己经营2个人做伙开的咖啡厅，即马佫增加卖酒的业务内容。对伊来讲，做咖啡是家庭生活以外的全部生活。伊逐工拢对早起7点一直无闲到暗时7点，不管是过年、元旦节、国外节，还是拜六、礼拜、假日，伊唔捌休困。真侪人客因为安尼，真爱来店内和伊交流。Qui è un po' come una famiglia, capisci? Non mi sembra il bar, mi sembra un centro d'incontro. Io ho clienti che adesso sono nonni e arrivano con i nipotini dicendo Anna, ti ricordi quando fuori c'era la pista da ballo? 安娜讲，只要健康状况会使，伊就会继续做。伊嘛建议少年人选一份家己喜意的工课。伊的笑容嘛，常常声尾将和游客和伊做伙翕上老纪念。后个月16就是伊101岁的生日。暗算到时，除了因囝和因孙，嘛有真侪人赶来遮替伊来庆祝生日。公司新闻陈思彤编译。咱做伙来看今仔日各地的天气预报资料。北部地区25度至35度，中部地区24度至34度，南部地区25度至35度，东部地区25度至32度。外岛地区26度至33度。感谢观众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咱后礼拜再会。